歡迎嚟到阿 Man 嘅頻道。今日咧我就想講下咧中山中伏嘅片嘅，因為其實我自己咧喺香港咧做咗20幾年嘅地產代理啊，但係我上去睇樓咧都見到好多套路嘢嘅，因為香港咧同大陸買樓咧嘅程序同埋法例咧都非常之唔同噶，咁啊好容易中招嘅啫。咁啊所以想拍片咧咁講翻俾香港人聽啦，即係有咩要點啦，令到未來咧想喺中山買樓或者退休啊或者係度假嘅你咧，咁啊買得開心啦，咁啊未來做街坊嘅。好啦，咁而家就開始講啦。而家咧最大風險嘅第一名咧，最大陷阱嘅就係曾經咧講到好勁嘅商鋪啦。因為以前咧一鋪養三代啊，但係而家咧喺電商衝擊嘅時候咧，根本上咧已經淪為歷史㗎啦。最攞命咧，但係而家咧售後租回啊嘅騙局，因為好多發展商咧用緊8厘嘅回報啊去引你買家啦。咁實際上咧，但係佢哋可以將啲鋪啊點樣去割啊點成咧，你都無法可能甚至係攞唔到呢個房產證嘅。2年後咧，可能佢個資金鏈就斷咗啦，發展商啊攞錢走佬啦。咁啊，你哋投資者咧唔能夠收翻租金之餘咧，連個本金都收唔翻啊。咁啊，同埋咧商鋪嘅二手交易稅咧係極高嘅，所以咧買就容易嘅啫，但係脫手啊就非常之難㗎。跟住咧就講小產權房，咁因為咧呢啲咁嘅屋咧本身集體起嘅時候咧係冇政府嘅審批嘅，所以咧佢哋冇途徑咧冇合法嘅途徑咧去攞紅本嘅產權證嘅，咁所以啲 sales 啊或者銷售團隊咧通常都好識玩嘅，咁佢哋咧可能會將咧呢啲值可能大概7000蚊一平嘅房，咁就虛報成咧可能去到成14000一平，咁就同你講啦，一半就可以入住㗎啦。咁到最後咧，尾款到時搞晒嘅時候咧，啲證件搞掂晒嘅時候咧，就可以攞翻個紅盤俾你噶啦。咁但係咧，好多人咧就以為咁樣咧就執到寶啦，半價就搞得掂咧，有得住啦。咁但係咧，好多時咧，到最後都係話原來係好多違規嘅建築啊、爛尾嘅風險嘅。到最後咧，可能係連咧呢一半嘅價錢咧都攞唔翻噶。所以呢一種樓咧，千祈唔好貪。到第3類啦，咁咧就係好多人咧夢寐以求嘅海景房。咁因為咧呢啲廣告裏邊咧有藍天啦、白雲啦，的確好吸引嘅，我都好中意。但係現實裏邊咧呢啲盤咧係遠離市區嘅，基本上咧可能係普通生活嘅配套都冇嘅。咁啊，除咗旅遊旺季好短暫有少少熱鬧人流之外咧，咁譬如冬天啊，基本上入住率極低，基本上鬼影都冇隻嘅。咁長期咧，咁啊面對潮濕啦、颱風啦呢啲咁嘅極端天氣咧，令到間屋嘅設備咧損害咧係非常之大㗎。咁啊，所以變咗二手又冇人接，買翻嚟你自己又唔會享受到，翻到去因為唔係成日翻去啦，咁你又可能翻去淨係執拾啊，都已經好煩啦。咁啊，每個月仲要俾好高嘅管理費，咁所以咧呢一種房咧，亦都係名副其實咧係一個好容易中伏嘅地方嚟嘅。最後一類嘅就叫老破大，即係啲老城區嘅大面積舊樓啦。咁相對於香港咧，即係等於唐樓啦。因為呢啲表面上咧喺市中心非常方便嘅單位咧，但係實際上咧呢一類咧係開放式嘅社區咧，就冇好完善嘅物業管理嘅。咁設備都非常之老化啦，水電供應啊、排水系統啊，所以好多嘢咧都係要等待維修嘅，咁令到現階段嘅政府咧，亦都覺得遷拆嘅成本非常之高啊，所以咧呢一類嘅成本咧太高咧，佢哋令到佢哋嘅收購重建嘅機會係越嚟越少啦。咁隨着時間咧就越嚟越咁過去啦，環境啊只會越嚟越差。咁所以咧長遠嚟講咧，風險咧就只會係不斷咁貶值嘅啫。咁所以我係覺得咁難得手嘅話咧，就唔好去買呢一啲房好過啦。總之咧，買樓投資咧，核心永遠都係優質地段同埋核心嘅板塊㗎啦，所以千祈唔好信嗰啲 KOL 或者係 agent 嘅推銷啦，因為本身可能佢哋都未必知嘅，所以你哋一定要親身去了解自己一來自己嘅需要啦，去到現場去睇下究竟係咪啱你啦。咁所以如果呢條片對你有幫助嘅話咧，喂，點讚下，分享下俾你啲身邊啲 friend 啦。如果喺中山見到我哋嘅，有機會嘅一齊食飯啦。